国民党的立委徐巧芯拜三在立法院质询的时，伊是指控捌做过民进党智库的幕僚，和捌做过五角社助理一个姓何的查甫人，讲伊是强谍，再甲伊的名、相片全部拢公布出来。毋过实际上伊母毋对啊，是摕来乌白乱斗，摕共名共姓另外一个官员的相片，虽讲伊有回失的，嘛是引起争议。即马中国间谍渗透台湾这件代志，咱要安怎防治？陆委会表示，政府当地研究修改《中华人民关系条例》。因此，在这里我要先向外交部以及该常任文官以及何先生和他的家人表达最深的歉意。徛上即阵，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先向外交部回失礼，因为前一天伊指控北美市一个姓何的官员是强谍，伫即阵简报放全名甲相片。毋过当场去互国安局长蔡明元提醒资料有错误，到尾徐巧芯发现是去认到共名共姓的人。如果他能够提醒我说照片的部分有误植的话，那我一定会立刻的修改的部分。对，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会有同名同姓。3届90度入内回失礼，不过徐巧芯讲，另外一个捌担任民进党智库幕僚、甲五条社助理的姓何非常任文官，好亲像叫人调查，希望早一日查明。因为最近为总统府民进党前党工到立委国会助理，拢有人牵涉到强谍案。外界关心非公务人员，毋过执行国安重大利益的人，未来是毋是嘛必须查核？有关人员到大陆的相关的管制，以及有关涉及国家安全要加强相关的安全保护的这一方面的立法，我们已经有在进行两岸条例研修的相关的工作。根据统计，最近强谍案现体的军人占60%，指标性案件之一的空军阿某强谍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初十经一审宣判，认为2个人登记为中共侦验单位收集国防机密，分别判处姓孙的查甫人47年，姓刘的女子57年，毋过无合并执行，专案还阁会当上诉。院长的确也是听过了相关部会的报告，等到我们有一个就是合适的决策之后，一定会适时对外做说明。行政院表示，已经就赖清德总统提出的17项国安策略召开会议讨论，对牵涉到修法加强化国安法制的部分，会持续听各界意见，关键研究相关的法制规范，各呼吁朝野党派拢应该全力支持，共同应对中共渗透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